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光影新角度，我是郭伟。今天这位嘉宾啊，带着自己的新作品《大唐玄奘》来到光影新播客，让我们欢迎普巴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普巴甲。我觉得这个作品一定要好好的聊一下，听说拍起来就跟取经一样的艰难。到那边以后，可能水土不服，真的是因为就是晚上我是突然大概凌晨3点的时候开始不舒服，然后就去医院，然后吊针，然后到中午以后我再去开工，所以每次都吐完了以后，然后我在现场再演。天哪，不知道你在拍戏的时候就是这么的艰苦哈。对，这次和小明合作应该也算是第一次吧？对，算第一次。所以那次有一次我印象很深，有一个台词，玄奘让我收徒弟以后要无戒，那我就说要不你别搭，因为我来了很多遍，导演要求很高，所以我就说要不你别帮我搭了吧，因为我觉得很多遍一直没过，觉得他给我搭的话有点压力。但是他说没事，他一直帮我搭着。对，这种形象挺颠覆我的。这是导演就是给你们这么设计的，还是说也加了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？因为他之前看过，我演的《喜马拉雅王子》，那个时候我头发是长的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角色很适合我。开始演的时候，他也跟我讲，说有没有看过《加勒比海盗》？然后其实 Johnny Depp 是我的偶像，然后我就说，当然有了。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演得那么正，希望可以俏皮。其实我演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他是孙悟空的原型，他没有说让我靠近孙悟空，他觉得有没有看过《加勒比海盗》，就说那个杰克船长的那种感觉，他说可能会更对。但是他又和孙悟空有什么区别和相似的地方呢？区别就是不像孙悟空那样坚持到最后陪这个玄奘去取经，那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又追随这个玄奘大师，但是他又不愿意束缚。对，中国有这样的一些能静下来的电影存在的话，我觉得更有意义。那最后也希望你为观众朋友们来推荐一下《大唐玄奘》这部影片。你想一下，霍建起导演，周星驰老师，然后王家卫导演监制，然后有黄晓明大哥，你看这4个人就够硬了嘛，再加上一个普巴甲，你看，哎呦，徐峥，所以大家没理由不看啊。所以说我们一定会走进电影院来支持这部影片。好。